传他们手套。朱导，这次是第27场审片会议了。哎呦，你们也知道改了20多遍哦，尾款到现在还没有结，拖了半年了。理解万岁啊！我们呢，作为甲方呢，当然是有审核权啊，也是希望精益求精嘛，这个片子的效果更好嘛。对，你看你们上一版提的修改意见，我全部都调整过了，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吗？我们一个一个来啊。比方说这3个杀手，剧本里面说是阿昌被国际犯罪集团追杀，那是不是应该请一些老外来演比较合适呢？没钱请啊，你们追加预算嘛。明白。上了，站住！那还是要怎样体现一下这个国际罪犯的这个身份吧？有哦，马上就体现了。俺非得断上他！这个新秀我朋友拿去了，这个后边锤死他！哦，走！他们说什么？缅甸方言，来自缅甸的杀手啊？对呀。哦，好，下一个地方，修改意见第5条，国际犯罪团伙人数太少，只有3个人在围追主角，希望增多。我改喽，很多人的。断他的！改了哪里？你看嘛，是不是嘛？又出来几个人？咋了？你再看这里，你看，你穷啊，没有预算，尾款也没有。好，明白。我们说一说下一个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啊。第8条修改意见。第8条，希望看到剧本中描述的与全世界为敌的场面。这只是我剧本里的一个描述，你有必要这么较真吗？但是当初就是拿着那份剧本过审的呀，你是否应该在片子里面得到体现呢？这都大结局了，3个河南杀手不能代表全世界吧？我不是补拍了吗？你哪里补拍了？就这里呀。这不是与全世界为敌了吗？那还有第14条你没有改。反派开了好多枪，一枪都没有打中主角，不合逻辑，显得儿戏。你们懂不懂影视啊？你们怎么不说英雄本色呢？你去骂吴宇森啊，开枪都不中，你们说儿戏；开枪都中了，你们说中了，那枪为什么还不死？中枪要是死了，你们说男主角为什么还死？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好，那再请你解释一下下面这个地方。这是谁？这是兰博。你这枪又是咋回事？对战场面不够激烈，希望拍出好莱坞的感觉。按你们要求改的。那这个兰博是从何而来呢？从好莱坞来的。我有问题吗？好，我不跟你吵啊，我们继续。阿大，我睡咗，你快啲走，我擋住佢哋啊！走啊！我操！昌哥，鬼翻，係我昌哥，鬼翻，昌哥，这10几年，我找你找的好苦，我想你啊！操，饭，小豆腐。你这样瞪着我干嘛嘛？我能有什么办法吗？你们这审核意见也太气愤了，希望拍出爱情片的感觉。
我本来就不是言情剧，都拍到第48集了，你管我要女主，我从哪里给你生出一个女主出来嘛？那你也不能把男2号硬生生变成女主啊！怎么就不能了？这很反转啊！你们不是还要想要结尾一个大反转吗？我也是一个有追求的导演，配合你们到现在，我是身心俱疲呀！反转不是要你性别反转，是要剧情反转。我性别和情节一起给你们转了。是审核让我这么做的。原來什麼先係鬼啊？呢個實在太反轉啦！审核是谁啊？之前没听过这个人呢。贵妃你也没听过，这不是改出来的吗？这个审核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没有啊，你不要多想。要怪就怪审核吧。好的啊，感谢祝导专门来一趟我们刚刚商量过了就剩最后一条修改意见，行吧？改完了我们就走尾款流程。你说，改回第1版。我操！请大家关注暴走漫画，关注轻剧场。为了拍这个系列呀，我们欠着一屁股债呢。1键3连我就不指望了，只希望看到最后的人能点个赞再走吧。片场日记系列其实有2套剧集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《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》，累计点赞破100万，我将免费奉上隐藏篇《片场日记之开不了机》。大事件第9季每周5更新，请关注暴走漫画。